1978年11月18號，美國有一個教會叫做人民會堂，喺南美嘅圭亞那嘅叫做 Jonestown 發生咗一個集體自殺嘅慘劇，轟動咗美國以及全世界。嗰一次一共有900幾人集體自殺，一個以基督教為名嘅所謂教會喺南美洲建立佢哋所謂嘅天堂，竟然會喺一日之間使到將近成千嘅人自殺，實在係一件令人不可思議嘅事。嗰一個人民會堂嘅發起人叫做Jim Jones牧師，佢辦理嗰個案件嘅調查人員佢哋就發現在佢未曾組織人民會堂之前，佢曾經去過巴西研究靈魂學2年。佢自稱係耶穌在世，又講話曾經使到40個人從死裏邊復活。佢向盲從佢嘅人發表一種謬論認為人死咗之後係可以再世嘅。耶穌曾經講過佢嚟世界係叫人得到豐盛嘅生命，唔係要自殺或者集體被害。耶穌亦早已經警告過在末世嘅時候，必定會有假基督同埋假先知要出嚟，發表各種引人混亂嘅假道理。喺基督教嘅國家裏邊，時常有啲怪人走出嚟，自稱係基督，引誘人去跟從佢，結果就使人上當。有啲自稱係基督嘅人結果以悲劇收場嘅亦唔少。比方冇幾耐之前喺美國有一個人佢自稱係基督，佢話佢可以從高樓跳落去都唔會受傷嘅咁，結果一跳變成老張徒地，悲慘收場。喺提摩太後書第4章第3同埋第4節聖經早已經提到在末後嘅時候，有人會聽信各種嘅邪教。嗰度因為時候要到人必厭煩純正嘅道理，耳朵發癢，就隨從自己嘅情慾，增添好些師傅，而且掩面不聽真道，偏向荒謬嘅言語。今日世界上各種古靈精怪嘅宗教信仰都有，不一樣嘅道理都有人相信。尤其喺呢個宗教有絕對自由嘅西方國家當中人唔好好嘅去研究聖經裏邊嘅真道，反而去研究各種嘅假道邪說，以致自尋沒路實在係一件最令人可惜嘅事。今日世界上宗教繁多，除咗基督教之外又有回教、佛教以及其他幾十種嘅宗教。單係基督教就有240個以上嘅宗派，甚至有啲宗派為咗本身嘅利益嘅關係專門以攻擊自己嘅宗派為己任，以致引起教會之間彼此攻擊中傷。仲有啲人做得過分一啲，就亂指別人係異端，破壞別人嘅尊嚴同埋威信，使到冇信仰嘅人更為迷亂反感，更加堅決嘅唔相信基督教。呢啲互相攻擊嘅教會人士就成為嗰啲唔信嘅人嘅絆腳石。呢個係一件非常可惜嘅事。其實我哋不必一味去拆毀別人，乃係應當喺主裏邊互相建立，要以正確嘅態度去表揚真理。耶穌曾經講過，佢話我如果從地上被舉起嚟，就要吸引萬人嚟歸我。呢啲應當就係一切教會遵守嘅原則。高舉耶穌唔係一味踩低他人，先至係教會主要嘅任務。相信好多人嘅心裏邊都會有一個問題就係為乜嘢基督教會有咁多派別同埋分支呢？喺耶穌嘅時候天下之間只有一個教會，只有一種真理。以弗所4章第4同埋第5節話，身體只有一個，聖靈只有一個，正如你哋蒙召同有一個指望，一主一信一洗。可見喺早期教會嘅時候，即係門徒嘅時代只有一個共同嘅信仰，並冇任何唔同嘅派別。但係後嚟教會漸漸發展，就生出咗毛病嚟。使徒約翰曾經喺異象當中睇見有2個唔同嘅教會，即係教會會分成2派。
第一派呢，就係記載喺啟示錄第12章第1節所描述嘅。佢話天上現出大異象嚟，有一個婦人身披日頭，腳踏月亮，頭戴12星嘅冠冕。呢個婦人就係代表純潔嘅教會，有耶穌基督、聖經同埋12使徒嘅教訓作為佢哋嘅根基。喺以弗所第2章第20節話，並且被建造喺使徒同先知嘅根基上，有耶穌基督自己做房角石。第二派就係喺啟示錄17章第3到第5節所形容嘅，係用一個淫亂嘅婦人嚟代表變咗質嘅教會。嗰度話我睇見一個女人騎喺朱紅色嘅獸上，嗰隻獸有7頭10角，遍體有褻瀆嘅名號。嗰個女人穿着紫色嘅朱紅色嘅衣服，用金子、寶石、珍珠為裝飾，手裏邊拎住金杯，杯中盛滿咗可憎之物，就係佢淫亂嘅污穢。在佢額上有名寫住話：奧秘哉，大巴比倫，做世上嘅淫婦同一切可憎之物嘅母。巴比倫就係混亂嘅意思，淫婦就係貞潔嘅婦人嘅反面。聖經曾經用貞潔嘅婦人嚟預表純正嘅教會，淫婦就預表具有各種混亂嘅假道嘅唔純正嘅教會。今日世界上事實上有好多以基督教做招牌嘅邪教，比方前面所講嘅所謂人民會堂就係其中最明顯嘅例子之一。教會本來只有一個，點解會分成咁多派別嘅呢？呢啲我哋必須要考察教會嘅歷史先至可以明白其中嘅原因。有一次有班做生意嘅人舉行扶輪社嘅聚餐，佢哋亦邀請咗一位基督教嘅牧師去參加。食飯之後有人就提議要向歷史最悠久嘅公司嘅職員嚟致敬。咁有啲參加嘅人的確係嚟自一啲已經開業咗成100年嘅公司，大家都認為佢哋係招牌最老嘅職員咁。忽然之間，嗰位牧師就企起嚟話：其實我所服務嘅公司先至係招牌最老咁。當時大家都哄堂大笑起嚟。佢嗰句話係真話，但係亦有問題喺裏邊。基督教會本來應當係世界上招牌最老嘅組織，但係有時未必招牌最老就可以靠得住。世界上有好多老字號賣假貨亦有，故此未必招牌最老就一定靠得住。我哋研究教會嘅歷史發現教會喺耶穌嘅時代的確係道理純正，但係以後就漸漸出咗毛病。比方根據教會歷史嘅記載喺主後300年人有唔死嘅靈魂呢種嘅謬論就參入到教會當中，有人為死咗嘅人嘅靈嚟代禱。我哋要知道人有一個不死嘅靈魂呢種嘅講法，從來就唔係聖經原來嘅信仰，係由異教帶入到基督教裏邊嚟嘅。關於呢一方面以前我哋曾經同各位有詳細嘅研究過。喺主後321年，羅馬皇帝君士坦丁宣布以太陽日作為人民休息嘅日子。主後364年教會就正式接受星期日作為禮拜嘅日子，代替星期6嘅安息日。佢哋以敬拜公義嘅太陽基督為名，而且以紀念耶穌復活作為理由，勸人遵守星期日。第4世紀嘅末期拜天使以及已經死咗嘅聖徒嘅事開始流行喺教會裏邊。呢啲係明明違反10條誡命當中嘅第2誡，即係禁止人拜偶像嘅誡命。佢話無論係上天下地或者水中嘅百物都唔應當敬拜。直到今日仍然有好多個教會喺佢哋嘅教義當中將第2條嘅誡命將佢除咗去嘅。喺主後593年羅馬教皇貴哥利第1宣布有煉獄嘅存在。喺主後788年，教會開始崇拜十字架、偶像以及崇拜聖物。主後1215年，教會首次頒下人可以向神父懺悔嘅命令。
其實聖經講話耶穌先至係人嘅唯一嘅中保，唯有神先至可以赦免人嘅罪。主後1229年，教會宣布將聖經列為禁書，禁止平民閱讀，認為亂解經書係有罪嘅。到咗主後1545年，教會就宣布凡教會所頒布嘅教訓或者遺傳，都同聖經有同等嘅地位同埋權威。教會嘅歷史記載喺中古嘅世紀所謂黑暗嘅時代當中，教會曾經設立所謂異端裁判所，用各種方法逼迫一切唔同信仰嘅人，使到千萬嘅人喪生。但係上帝不容真光從此嚟消滅，故此喺歷代以嚟都曾經興起一啲人，不惜為保存真理而做見證。呢啲人有好多為道殉身，各時代都有各種唔同嘅改革者興起嚟不絕嘅改革教會嘅偏差。14世紀嘅時候，喺英國有一位宗教運動嘅神星叫做威克里約翰，佢將聖經譯成英文。1517年喺德國有位羅馬教嘅修士叫做路德馬丁，有日佢將教會所犯嘅錯誤列出咗一共95條，釘喺威丁堡嘅教堂嘅門口上面，主張應當以聖經作為信仰嘅根據。義人係要因信得生，唔係因為行為功德或者跪拜聖物呢一類嚟得救。佢而且將聖經譯成德文，從此就興起咗改正教嘅運動。基督教就從原來嘅羅馬教分成改正教同埋天主教。以後仲有其他嘅改革者陸續興起。地方浸信會嘅人恢復提倡全身入水嘅浸禮，衛理公會嘅人恢復成聖嗰種嘅道理，以及提倡注重重生以及基督徒嘅品德。又有所謂安息日浸禮會嘅人提倡恢復遵守安息日。1834到44年之間喺美國東部有一位叫做威廉米勒爾嘅人起嚟大力宣揚基督復臨嘅道理，從此喺基督教會當中就興起咗好多嘅改革同埋奮興。一啲早已經被忽略咗嘅真道，比方死人嘅真正嘅狀況、浸禮、安息日、耶穌做人嘅真正嘅中保，以及基督再嚟嘅呢啲純正嘅信仰，藉住各改革家嘅逐步嘅揭發，而得以重新建立一個純正嘅宗教。不過亦有唔少嘅人利用改革嘅自由，建立好多唔同名堂嘅教會嚟。上帝有佢嘅計劃藉住各教會嘅改革者，逐步將真理嚟發揚出嚟，最終要完全恢復原來純正嘅信仰。啟示錄12章17節預言話，龍向婦人發怒，即係撒旦要向教會發怒，可以佢其餘嘅兒女爭戰。呢啲兒女就係嗰啲守上帝嘅誡命，為耶穌做見證嘅。呢度提到其餘嘅兒女，英文以及原文嘅意思就係餘剩之民，等於一匹布剪剩咗落嘅最後嘅一段嘅意思。呢啲剩落嚟嘅一部分必定係同原來嘅完全一樣，表明喺世界歷史嘅末期，上帝必定會有一班兒女係謹守佢原來純正嘅道理嘅。聖經亦預言到末後必定會有真道嘅復興，必定會有人脫離混亂嘅假道而歸向真道。喺啟示錄18章第4節嗰度記載，上帝呼召佢嘅子民話，我嘅民你哋要從嗰個城裏邊出嚟。所謂城就巴比倫城，即係混亂嘅地方，免得與佢哋一同有罪，受佢所受嘅災殃。上帝呼召佢嘅兒女要從混亂嘅巴比倫城，即係充滿假道嘅團體當中出嚟。故此每一個真正嘅基督徒都應當有一種以客觀追求真理嘅精神，不必一味本住先入為主、固步自封，或者從於人情而唔敢遵行真理嗰種嘅態度。我哋必須明白唔係任何嘅教會組織或者建築物使到人可以得救或者稱義。做真正嘅基督徒，最重要嘅事就係要有真正嘅信仰同埋遵守純正嘅道理。我哋要信真理，而唔係信任何嘅團體，亦唔係信任何嘅建築物。
教會嘅規模有幾大，同埋外表上有咩嘅成就啊？呢啲都唔係最重要嘅事，最重要嘅乃係佢有冇純正嘅道理，有冇按照正義嚟分解真理嘅道。時常有人向我哋問一個問題啊，佢話我應當參加邊個教會呢？咁有啲人因為睇見或者聽見有啲教會互相詆毀、互相攻擊，就起反感，乾脆乜嘢教會都唔參加，以免自己亦加入呢種是非鬥裏邊去自找麻煩。呢個係一件最令人可惜嘅現象。我哋必須承認啊，每一個教會無論係乜嘢宗派都有真理，甚至每一個宗教都有真理，但係未必會有一切嘅真理。耶穌曾經講過，只等真理嘅聖靈嚟咗，佢要引領你哋明白一切嘅真理。呢個記載喺約翰第16章第13節。所以我應當參加邊個教會啊？呢個問題啊，應當讓聖靈嚟引導你，使你可以得到回答。人要按照自己所得嘅光照同埋佢嘅良心，比對聖靈嘅引導嚟做一個決定啊，先至係好嘅。千祈唔好為咗私情或者俗世嘅利益作為參加教會嘅依歸，一定要以真理作為依歸先至係對嘅。耶穌曾經警告人啊，唔好要以人嘅遺傳嚟代替上帝嘅誡命，顯明我哋不必順從任何人嘅權威，要以上帝嘅真理作為人生行事為人嘅準則先至係對嘅。有一次有個婦人啊，聽到葛美翰或者葛培理牧師講道之後啊，就對葛牧師話：佢話牧師啊，你勸人要參加教會，我想係對嘅，但係可惜呢，我仲未曾揾到一個完全嘅教會。等我揾到一間完全嘅教會之後呢，就一定會加入啦。咁葛牧師就回答佢話：你唔使揾啦，世界上根本就冇一間完全嘅教會，就算有，俾你加入咗之後啊，亦會變成唔完全咁講。凡係人所組成嘅團體啊，都係唔完全嘅，因為世界上根本就冇一個完全嘅人。教會既然係人所組織嘅團體，當然亦有唔完全嘅地方。但係我哋唔係要揾一個有完全嘅人嘅嗰啲教會去加入，乃係要揾一個具有純正嘅道理嘅教會去加入就好。喺洪水嘅時候，挪亞同埋佢一家嘅人同埋一切嘅野獸都關喺方舟裏邊，有成150日咁耐。喺呢啲日子當中，人同埋各種嘅野獸都住喺方舟裏邊啊！我相信嗰種滋味一定唔好受。但係無論方舟裏邊幾臭都好，總好過喺外邊遭遇風雨以致浸死更好。教會無論點樣唔完全，總係神喺呢個邪惡嘅世代當中為保存佢嘅兒女所定嘅地方。我哋不必因為教會有毛病就拒絕去參加。有一次啊，彼得對耶穌話：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哋仲跟從誰呢？呢個記載喺約翰6章第68節。呢一種嘅原則就應當係我哋參加教會嘅原則，要為真道而嚟，而唔係為咗人情或者世俗嘅利益或者其他嘅企圖。教會最可貴嘅地方唔在乎人多。撒母耳上14章6節話：因為耶和華使人得勝，不在乎人多人少。約翰一書5章4節話：使我哋勝過世界嘅就係我哋嘅信心。呢個信心嘅字啊，亦可以解釋為信仰。有純正嘅信仰嘅教會，唔在乎人多人少，只要係對嘅路，有幾多人同我一同行走，有啲咩相干呢？以弗所5章第26到27節話：要用水藉着道將教會洗淨成為聖潔，可以獻俾自己做個榮耀嘅教會，毫無沾污皺紋等類嘅病，乃係聖潔而冇瑕疵嘅。純正嘅教會必定係有純正嘅道理嘅，係按照正義嚟分解真理嘅道嘅。我哋對於真理嘅態度啊，係關係到我哋永遠命運嘅事。信錯咗宗教係一件白費心機嘅事情。單有真誠而冇真理係冇價值嘅。人如果有立志遵照主嘅光照嚟行，祈求聖靈嘅引領，就必定會明白真理，以及知道佢應該行嘅路。喺以賽亞30章21節
嗰度記載啊，佢話你或向左或向右，未必聽見後面有聲音啊，呢個係正路，要行在其間。如果你覺得自己已經蒙咗光照，有聖靈向你心裏邊呼喚，指示你所應當行嘅路，千祈唔好抗拒，要拎出勇氣嚟順從聖靈嘅指引。呢啲先至係忠於真理嘅人所應當有嘅態度。主的道路最好，我雖不能跳，何以憂慮事了，日日的纏繞，懇求主常練我，好像練金蓮。我謙虛全信主，我的聖教主。主的道路最好，主的道是正路，時常必信靠他，不偏離左右。主的道路最好，他預定我路，時常必信靠他，跟着他腳走。或黑暗或光明，他永遠照顧。他是我避難所，恐懼莫臨我。主的道路最好，主的道是正路，時常必信靠他，不偏離左右。